在美国掠到这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这么大的代志发生了后，住伫当地要30天的这台商，伊是表示讲，其实在地人呢，要是依期照常来生活，对这局势是看款来应对。有一个住伫首都的这个台商呢，伊是表示讲，其实美军来迄天的暗时，伊是有听到正大的爆炸的声音，不过呢，这生活是无受到大影响的。今天过来这边加油，情况就比较轻松一点，车子没有那么多。住伫委内瑞拉28年的台商尤先生，记录伫首都卡拉卡斯塞车差不多5点钟的一个加油站，民众排队加油，照常生活。伊讲，虽然街仔路警察有小可增加，不过并无看到大型示威游行，对政治局势无稳定，在地人民也是持续观察。因为今天是礼拜日，而且他们还在新年的假期当中，所以其实街上的人没有很多。我觉得委内瑞拉人的现在的心情应该是在等待吧，因为今天其实政府也没有发布新的消息出来，但是大家其实都还蛮平静的，甚至还有侨胞今天早上还出去晨跑，绕了这个首都一些比较商业的区域，然后他们都说一切都正常。住伫委内瑞拉首都的台商会长基晓文讲，美军发动突袭的迄暗，伊伫咧厝内就听到真大爆炸的声音，出动时随着约着是美国动手啊，断断续续就听到砰砰，因为我们在首都，我家的位置可以看到半个嘎达嘎，另外被炸的那边呢，我们这边看不到，挡住了。本来我想出去拍，后来想说，有那么危险啊！听到4点多，你知道吗？那个飞机就是一直听到这个飞来飞去的声音，在现在还在这里的台胞哈，已经不太开了啦，因为开的已经都走了。其实咱国甲委内瑞拉伫1974年断交了后，捌伫首都设立有大使馆功能的代表机构。不过2007年被标封关起来了后，相关的事务就改由驻哥伦比亚办事处来办理。伫委内瑞拉已经35年的基晓文指出，目前当地差不多有200个台侨，毋是有工课，就是有家庭，拢已经伫遐定紧生团，所以大家拢是静静伫咧观察，并无听到讲有人按算要离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